他还说，你现在这个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就是看男主人品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住考验啊。他说，他说。说，死茴香憋久了是会死人的。你我是明媒正娶的夫妻，却迟迟没有圆房。也是，我们没有游街，没有祭天，也没有拜堂。我若有命回花园，一定还你。算我倒霉，谁让那天是我抢的亲。我不想你死。我韩寿对天起誓，此生定不负你，否则万箭穿心。少君，我来救你了！啊，我去！幸亏我来得及时啊！少君，刚才子睿匆匆忙忙找到我说少城主有难，苏子英也过来拉我。幸亏我关键时刻寻得一盆凉水，凭着蛮力闯了进去，不然的话，不然怎样？呀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少君，给属下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。自从来到花园城，你知道这话你说了多少遍吗？白姬，啊？你想回玄虎城吗？不想啊。